跟住我哋去到 E 組，天津泰達主場面對住墨爾本勝利。咁今場着起白色衫嘅主隊呢，之前就係2連勝，咁反觀客隊呢就2連敗。咁今屆力圖染指中超冠軍嘅天津泰達，賽前充滿信心3連勝。角球開出，于大寶擋翻轉頭，左力石適逢其會加一頂。墨爾本嘅守衛門前雖然多人啊，咁但係都欲救無從啦。1-0，天津泰達呢先拔頭籌。球員同埋球迷都為主隊取得領前嘅優勢而歡呼啊！咁睇翻呢一個入波，幸運成分都唔少㗎。先有于大寶打後抽失誤啦，左力石嘅頭槌又俾門將負分入去自己龍門喎。好啦，得勢不饒人嘅泰達呢，39分鐘由陳圖左邊策動攻勢，咁佢先同吳偉安2打1撞牆，咁再將個波傳中。張曉斌側身窩裏抽射，仲未彈出，奧迪達補射又勾高，未能擴大優勢。上半場主隊小勝1球，咁下半場墨爾本勝利爭取翻唔少嘅攻勢啦，咁仲喺52分鐘還以顏色添，又係角球嘅攻勢，今次開近處，梅斯卡特搶點頭槌一批，個波直飛後柱下角入網，1-1，客隊憑後衛上前助攻攀平。梅斯卡特閃得靚之餘呢，咁泰達後衛前中後3點都走漏對方前鋒先至係關鍵。主隊不甘被追平，馬上策動連串反擊。69分鐘，白岳右路快放斜送中路啦，對方後衛竟然俾個波流過，盧西安奴呢又論盡起唔到腳喎，咁跟進嘅奧迪達射門又冇準啦，浪費咗呢一次嘅快速反擊。主隊贏盡形勢，奈何多班攻門呢都冇辦法將個波送入網。全場完，天津泰達比墨爾本勝利呢逼和1-1。